省市筹备委员会今日公布113年的主视觉设计图样，是兼任筹备委员会主委的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身选出来的。不过，这设计团队却是拢无挂名，而且英文的副标题是使用台湾，不是 ROC， 也引起讨论。筹备会是解说讲，希望文字有含义，期待台湾有更较好的未来。热烈欢迎莅临台湾立法院。接见台美商业协会访问团，立法院长韩国瑜身边放咱国旗，伊是庆祝会主义，庆祝宽选的民国113年国庆主视觉也充满中华民国意象，以双视形状甲窗花组合，搭配红蓝配色呈现，中心主题是国花梅花，下面写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，搁放咱国旗，也毋过设计团队罕价无挂名。这次的设计其实它是由一群很年轻，然后也充满热情跟创意的年轻设计师来共同来创作完成。它是表明是以匿名的方式，那我们就尊重它。想起我14年的国庆主视觉，2010到2015年，由国民党籍的王金平院长筹备国庆大部分的设计融合国旗、红蓝白配色。2016年到2023年，民进党完全执政，设计是较色彩多样。今年的主视觉有网友联想到韩国瑜选总统的时，外头的 H 字样，民众看法也真无同。像那个衣服牌子，很像 H。其实我有点看不出来他想表达什么。对，有点像很多水管接在一起。对，有点像。不错，就是有把国旗的主要颜色都有显示出来，也蛮简约的。我觉得大家的想象力都非常丰富。我们这个图形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跟双十国庆，并没有其他的影色跟含义。另外，英文副标题使用台湾，不是 ROC， 也引起好奇。庆祝会解释希望文字有含义，毋望台湾有更较好的未来。强调以早7月国庆的文化总会，即摆犹原是重要伙伴，并无出席。也毋过，我2年邀请外国乐队伫国庆演出是看袂到啊。我们这一次并没有规划邀请国外的团体，国内就有深具意义也专业的团体。庆祝会这次今年顺利开放500名民众入场观礼，9月7号到10日之间开放持有身份证的国民线顶报名，下日20中到12点伫官网公布电脑随机抽签的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